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3年的11月29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7篇，以西结书33章第7节到20节，约翰福音第8章19节到40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守望者。守望者是一个在城墙上的守望台守望的人。守望台是一个在城墙的居高点的角落，城墙的至高处，它能够观望四周，可以看得很远。而守望者的工作，在观望到任何动静的时候，他就会发出警讯来警告城内的人，让城内的人有所戒备，不会被偷偷而来的敌人偷袭成功。在以西结书33章第1节到第6节的经文所说的守望者的一个工作内容，在圣经的记载这样说：上帝对我说话，他说，必朽的人要告诉你的同胞，每当我使一个国家遭遇战乱，那国的人民会选出一个人来做守望者。守望者看见敌人逼近，就吹号角来警告人民。如果有人听见了警报不加理会，因而被敌人杀死，罪就归自己。他应归咎自己，因为他不理会警告。要是他接受警告，他一定能逃生。但是如果守望者看见敌人逼近而不发出警告，敌人来了，杀死了人，即使被杀的是罪人，我也要向守望者追讨这个血债。这样的角色就如同旧约圣经里面的先知时期，先知的职责所在就是对于那一些离开上帝正道的以色列人提出警讯，期盼他们能够回心转意，回到上帝的怀中。圣经又继续说，必朽的人我现在派你做以色列国的守望者，你必须把我亲自向你说的话警告他们。如果我宣布某一个邪恶的人一定死，你不去警告他，劝他改过自新，这个人固然会因为自己的罪来死亡，我却要向你追讨他的血债。如果你警告那邪恶的人，他不肯改过，仍旧作恶，他要因为自己的罪死亡，你不必负责。上帝差派的人子成为了守望者，这里的人子就必朽的人，指的就是先知以西结。先知以西结提出的警讯是要以色列人能够再一次的回到上帝的正道上，否则的话，个人就必须要自己去面对自己所犯的错误，要承担个人的责任，甚至会失去性命。先知这样说道：上主对我说话，他说，必朽坏的人你要引用以色列人常说的话，说，我们的罪过好像担子压在身上，我们渐渐消瘦，怎能存活呢？要告诉他们，我至高的上主指着自己永恒的生命发誓，我不愿意看见罪人死亡，宁愿看见他改过而存活。以色列人你们要悔改，离弃邪恶的行为，
你们何必死亡呢？所以必朽的人要告诉以色列人，好人犯罪，他从前所做的好事不能够救他，坏人改过不必受惩罚，好人犯罪不蒙饶命。即使我应许好人他一定存活，如果他自己以为已经做够了好事而开始犯罪，我绝不纪念他从前的好行为，他一定要因自己的罪死亡。即使我警告坏人他一定死亡，如果他改过做公正的事，例如把抵押的东西归还原主，或把偷来的东西归还原主，他改过，遵行是生命的法律，他就得以存活，不至于死亡。我要赦免他所犯的罪，他一定因自己所做那公正的事而存活。然而你的同胞说我这样做不公平，其实他们所做的才是不对。义人不再做好事，反而去做坏事，他一定因此而死亡。坏人改过做公正的事，他就救了自己的性命。但是以色列人你们还说我这样做不公平，我要照你们每一个人的行为来审判你们。人子耶稣基督是一位上帝所差派的守望者。耶稣基督对门徒说到，自己的权柄是根据上帝的旨意与命令，他不能做自己，只能做上帝旨意下的差命。约翰福音5章的记载这样说道，19节开始，耶稣对他们说，我郑重地告诉你们，我儿子凭着自己的不能做什么，看见父亲做什么，他才做什么。父亲所做的，儿子也照样做。父亲爱儿子，把自己所做的指示儿子，他还要把比这更大的事指示我儿子，使你们惊奇。父亲怎样使已经死的人复活，赐生命给他，同样儿子也要随着自己的意思赐生命给人。父亲自己不审判任何人，他把审判的权都交给儿子了。我要使所有的人都尊敬儿子，像尊敬父亲一样。那不尊敬儿子的，就是不尊敬差遣他来的父亲。我郑重地告诉你们，那听我的话又信差我来的那一位，就有永恒的生命，不至于被定罪，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郑重地告诉你们，时刻将到，现在就是了。已死的人要听见上帝儿子的声音，那听见的都要活过来。正如父亲本身是生命的根源，他也使儿子成为生命的根源。他又把执行审判的权柄赐给儿子，因为他是人子。你们不要为这事惊讶，因为时刻将到，所有在坟墓里的人都要听见他的声音，而且要从坟墓里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命，作恶的复活被定罪。守望者耶稣基督又再度的说明，我不能照自己的意思做什么。守望者耶稣基督是为了上帝作证，所以不能为自己而活，因为人子耶稣基督是上帝所差派的守望者，是人的拯救者。上帝就差派了一位见证者，就是施洗约翰。这是耶稣基督所说的，
也记载在福音书当中。从30节开始，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按照上帝的旨意来审判，而我的审判是公正的，因为我不寻求自己所要的，只要实行差我来那一位的旨意。我若见证自己，我的见证就不足信。然而有一位为我作证的，我知道他为我所做的见证是真实的。你们曾派人去见约翰，听见他见证真理。其实我并不需要人的见证，我说这话是为了使你们得救。约翰好比一盏灯，亮照明的灯，你们愿意暂时享受它的亮光，但是我可以提出比约翰更有力的见证，那便是我的工作，是我父亲交给我去完成的。这些工作可以证明是父亲差遣了我，差遣我来的父亲也为我做见证。你们从来没有听见过他的声音，没有看见他的容貌，没有把他的话存在心里，因为你们不信他所差来的那一位。你们研究圣经，认为从里面可以找到永恒的生命，其实圣经的话就是为我见证的。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寻求生命。人子耶稣基督，世人的守望者，为了上帝的旨意成为了守望者。他忠于上帝的旨意，不随己意而行，这见证了上帝的差命。上帝也借着施行约翰，还有许许多多的人，还有甚至圣经，来作为耶稣基督的证明。我们的生活见证也要见证了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生命的守望者。诗篇第7篇，上主，我的上帝呀，你是我的避难所，求你救我脱离追赶我的人，不让他们像狮子抓住我。我撕成碎片，无人能够救援我。上主，我的上帝呀，我若有什么不义，双手掂然罪污，对朋友的恩将仇报，纵容无故对我行凶的敌人，就让仇敌追赶我，擒获我，让他砍倒我，杀死我，使我倒闭在尘土中。上主啊，求你奋起，在烈怒下打击我的仇敌，求你起来帮助我，因为正义是你的要求。愿万民都环绕着你，愿你掌权统治他们。上主啊，你要审判万民，求你宣判我无罪，因我无辜。你是公义的上帝，你审查人的心肠肺腑，求你阻止邪恶者的罪行，奖赏广行善事的人。上帝是保护我的盾牌，他拯救胸怀正直的人。上帝是公义的审判者，他日夜惩罚作恶的人。他们若不悔改，上帝要磨快他的剑。他弯弓搭箭，预备好致命的武器，要发射燃烧着的箭。邪恶的人图谋恶事，他们制造纷扰，惯行诈欺。他们挖了坑，要陷害别人，自己反而掉了进去。他们要因为自己的邪恶被惩罚，因自己的暴行受伤害。我要感谢上主的公义，
我要颂扬至高者的尊名。感谢主赐给我们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守望者，帮助我们不进入试探，不陷入危险，也救我们脱离凶恶。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